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7月18号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谢美玲。台北市长柯文哲伫高雄市长韩国瑜赢了国民党初选了后，讲话是愈来愈无客气。除了讲蔡总统以外呢，伊嘛算韩国瑜，讲伊敢若有够资格来做北龙的总经理尔。咱来听柯文哲伊上新的讲法。我都觉得说我们很多准备也是不够啊，所以。这个以前其实台湾的总统为什么会在民选后一直做不好？你知道？其实一直没有好好训练，坦白讲，因为不管从阿扁到马英九到蔡英文，其实以前有一次，我在跟李登辉聊天的时候，李登辉还跟我讲说，李登辉总统他说他刚刚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每天下班的时候就发现蒋经国已经在他家等他，你知道？他叫他把今天的那个裁决的事情拿出来，他一条一条跟他讨论。所以有次李登辉跟我讲说，他是蒋经国学校毕业最后的一名学生。我要讲什么？你知道？坦白讲很多东西都是要准备的，所以我也不认为他是准备够充分的。那您的部分呢？我都觉得准备不是很好的，更何况是他。是啊，你现在就是对民进党就是开炮，但是民进党看起来对你也很不留情。苏贞昌昨天说，你曾在去年说，你如果连任的话，你也会支持蔡英文连任。这个是这样的在2018年台北市长选举之后，尤其又发生这种葛特曼事件，你知道？现在苏贞昌这样讲，只能说实在是有够不要脸的，我也不客气回击了。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这样？就有够不要脸的。为什么？你现在跟全面跟民进党开战？不是开战我常常就是这样礼尚往来你怨恨蔡英文的主因是什么？没有啦，我跟你讲其实我们都有给民进党机会嘛，对不对？我干今天会我跟你讲韩流会出现是有那个大环境，为什么人民会有这么深的怨恨感？这是蔡英文执政要去思考的题目。是啊，现在民进党看起来也很来，现在民进党看起来对你也很不留情，你觉得他们现在也是全力打你，也是要把你毁掉吗？没有啦，我跟你讲每天那个 PTT 那个1450，我看我也知道是不过这样的一起促进产业发展吧。所以如果民进党你怎么会说？来，蔡英文说每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他这样讲。今天如果蔡英文把他总统的工作做好，会有这些事情吗？会出现韩流吗？所以第一个要回答是你自己总统都没有做好了。那你怎么会昨天会在会讲说他在四大运上面，你让他上台是一个妥协，然后甚至我跟你讲东亚青运不是被取消掉了吗？台湾的国际局势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所谓的妥协，我们如果没有一些妥协，你有办法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上去开幕吗？是大家明讲的嘛。所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台湾就是很不幸，你知道，就是位置就长在这里历史的时间空间就在这里，这也不是我们要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要尽量去维护我们的主权，维护我们的权益。2017年，你蔡英文用中华民国总统身份上台去开幕，你以为是这样？是王宏威说你用市政民调在做自己的民调王宏威说你用市政民调在做自己的民调。我跟你讲叫他回去念书这个从马英九、郝龙斌时代，你知道，那个做民调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是问那个政党比例，那个叫做 internal control。我跟你讲王宏威如果不晓得的话，我今天有叫那个研讨会主委呢，直接把资料贴在他的脸书上面。这种收集是从郝龙斌甚至到马英九时代就开始，这叫民调的叫内部控制，这是学术题目，他不懂他就不要乱讲话。你说蔡英文做让你说蔡英文做让台湾未来没有希望，那你做要带给我跟你讲其实我跟你讲我没有说我们一定怎样至少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比较务实，实事求是嘛。至少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很明显贪污案少掉了，弊案少掉了，哪里像什么欠污案、赵凤案还不是一样一大堆在发生？赵凤，我跟你讲，欠污案人在哪里？跑光了这比这跟那大华夜剑不是一样吗？是啊，你现在开战是不是准备要登场了？参选的起手式吗？没有啦，我跟你讲后来想一想我就是这个调，我只要恢复我自己的样子就好了。那怎么是这个时间点恢复？幕僚说你现在幕僚说林非凡加入民进党会是要把时代力量整个给整合掉，然后时代力量未来会是下一个台联。
这也是时代力量的危机嘛。不过这样的，时代力量也不是只有一个林辉煌嘛，他们也要去思考他们要怎么走下去，整个大战略，还有那个光谱要站点的位置。其实所有这一些，我以前都跟那个林昌所有讨论过，但应该他们也要去想想看他们的定位、他们的方向。这个是每个人都有要去思考的地方嘛。市长，为什么这个时候现在的时候恢复你原本的样子？为什么会？很简单了，我已经豁出去了，就这样。另外，受到这丹纳斯风台影响，正伫咧北欧考察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决定提早结束行程，返来台湾咯。今日透早6点40分，伊就到桃园机场咯。带恁来听一段这市长早起的访问。在参访过程当中，了解丹纳斯台风对我们新北还是会影响，所以我就在当下立即从北欧赶回来，希望能够跟民视并肩作战来访。如果碰到有任何灾害的状况，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就可以透过视讯的会议，立即下指示，应变中心的卫星是随时也会带在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个地方，所以有状况我们随时也是备战。这表示我们在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原本是有隔21号才要返来台湾的这侯友宜，伊就讲出发进前就真烦恼，讲会有风台因此呢才会早着这防灾流程甲架，想袂到呢真正用着。不过发生自然灾害，一定要做好准备，甲市民做伙。下面一个现场的消息，这丹纳斯风台虽然讲已经解除陆上风台警报，不过东南部民众也是袂当伤过头大意，所以呢要注意到新型的这个低压恐惊会带来大雨。就伫高雄目前有一个沙雕这个活动，工作人员也无用替沙雕来做预防的准备。现场情形，咱们连线记者孙慧关。是的，主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旗津的沙滩上，可以看到我们后方呢其实有很多的沙雕，而现在就是黑沙玩艺节的这样一个展期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其实强哥已经在做一些补强的动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就为了接下来的大雨来做一个准备。强哥，你今晚在做的是啥？我今晚是在增加那个就是补强的动作。要怎样？因为怕台风来下雨的时候会冲下去，然后就整个作品会垮。你这补强作业这几天啊？补强是每天都有在巡啊，都有在注意啊，但是我们是每天都要做这个动作。你讲这雨啊落较大对无？这样这种无做对无？这情形上惨的安那？就是整个作品会掏空啊，雨冲下来的时候它会掏空啊，掏空的整个作品就垮了。你讲有做这，你讲这做这补强作业做了后，这差不多沙雕也在就是可以大概展期可以维持多久啊？展期的话，是因为他们是有固定日期要结束的啊。如果是以沙雕的要摆久的话，就是不要台风天。一般正常的天气的话，可能这个就是可以承受到将近差不多有1年的那个功能。好，强哥，谢谢哦。好，不会。好。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呢，旗津这边的天气其实已经有些变化了。刚才记者到的时候呢，这边其实还是艳阳高照的，不过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哦。其实现在可以看到远方已经有一些阴天的感觉了，云朵也变得比较厚。现在其实现场也有飘些雨了，所以强哥也要加快他一些就是补强的作业，希望能够赶在这个大雨来之前呢，把这些沙雕的工作都做好。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咱感谢会馆来自现场上新的连线报道。后面同款是一个现场的消息咯。垦丁后壁湖因为受到这丹纳斯风台影响，按昨开始渔船就已经停止出海，而这嘛造成这店家实在比平常时也搁较少。详细情形，咱们连线记者林婉莹。好，主播，这里是垦丁的后壁湖，可以看到呢，因为受到丹纳斯台风的影响，一旁的船只呢是都一一的绑好绳索停在岸边，而一旁的渔会呢也因为台风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就停止出海，因此呢店家也受到影响，他们的提供的渔获呢也比平常来的少。来听一段稍早访问。这种天气没有办法出来，
对，因为海象不佳，准备的量就不会那么多，因为怕会停电。然后如果停电的话，有的东西就会容易就比较死掉。可以看到呢，原本以海鲜著名的后壁湖渔港，现在也因为台风的影响，渔船呢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办法出海，因此店家准备的食材有些也比往常来的少，就是因为他们害怕游客因为台风临时改变行程，而这也会造成海鲜不新鲜的情形。虽然呢，垦丁目前的天气还是乌云密布，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雨也是一阵一阵的下，海边也会偶尔激起长浪的现象，这也导致后壁湖不少贩售浮潜套装行程的业者呢，到目前为止是都还没有出来营业。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赶快是现场的消息，虽然讲这丹纳斯风台对着台湾的影响已经大来降低，不过因为受到这外围环流的影响哦，不少渔民赶快无法度出海来掠鱼，敢会当走去码头来关心着这个天气状况，把握时间，甲已经破去这渔网啊，甲保护好。详细情形，咱们连线记者韦一den。好，观众，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台东的富冈渔港这里。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因为现在呢受到这个丹纳斯台风的影响，也因此呢在这里还是有不少的渔工，因为他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出海，像是他们呢有些人是在准备在捕渔网的工作，还有些的渔网呢跟一些的冰箱呢也都是放置在这个码头的这个地方，就是希望呢能够赶快在把握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么也是趁这个台风假呢能够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那么其实呢，像是因为这个丹纳斯台风，它在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很多渔工呢跟渔船都没办法出海，那么其实也是会有一些的损失。我们来访问一下理事长，像是在这2天呢，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出海的这个状况？那鱼市也休市嘛？对，没有鱼市就是啊，没有鱼拍卖就休息啊。对，那有的渔工是有渔网要捕，那就整理渔网一下。这样如果没有渔网捕，就让他们休个台风假嘛，就这样子啊，那像这样子的损失大概会有多少啊？因为昨天就没有出海了嘛。哦，这个不能算损失多少，这个抓也很难讲。有时候出去有，有时候出去没有。就台风天是为了安全重要嘛，安全第一嘛，所以台风天就是休息嘛，也不能算说损失多少钱呐，不能这样算因为抓鱼哦，它也不是工作说我今天能赚多少钱，那不能衡量的啦，但大家还是都会来码头这边看天气。对啊，要关心一下，这我们财产在这边嘛，要关心一下那个船的安全啊，人员的安全这样子，好，我们可以听到说呢，其实很多的船工，即便今天没有办法出海捕鱼，但还是会到码头这个地方来关心他们的船只的状况，就怕可能风太大，有可能会不断的碰撞到，让船身有一些的损伤。那么其实，在富冈这边哦，很多的不只是渔船没办法出去，像是呢游客要到这个兰屿或绿岛的船班，也是从昨天的早上10点半就已经停驶了，一路呢到今天呢也都是全部停驶的状况，而明天还要视详细的天候状况来做决定。那么其实这个编号第5号的丹纳斯台风，它在经过这个菲律宾之后呢，它受到了地形的影响哦，因此呢结构是被破坏。那么它的低层的环流呢是跟这个东方云系做结合，因此路径是不断的往东边偏。不过它的外围环流带来的威力还是不容小觑，因为像是在这个东南部的这个海面的风力，平均风力呢还是有7到8级，而最大的阵风依旧有10级这么的大，也因此呢很多人可能要出海还是不是这么的容易。而目前呢是我们在富冈渔港这边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镜头先交还给棚内主播。好，感谢记者带予咱现场上新的状况。社会事继续要来关心的是，因为风台关系哦，行政院海洋委员会就伫个官方的这人民册顶头打出一篇酷诉的文章，也引起讨论。内容是提醒大家讲，唔通到海边啊来做一寡挑战性命的代志。若是一定爱去，请民众爱去传这个塔位哦，签好甲太太永别书，也个改变经典的戏剧，写讲我可能袂救你，会按隆重播出。网友就认为讲真有创意。不过，有人批评，这有淡薄超过，无好笑。海洋委员会就表示讲，只是希望讲用较笑诼的口气来吸引民众注意，无感觉有啥物不妥当的所在。每一遍若到风台天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就会伫海岸边看到海巡人员抗力枪影耍水的民众。有当时啊，佫会互呛声。即马丹纳斯风台要来，海洋委员会就伫面册顶打出这张相片来提醒。
将有名的电视剧《我可能袂爱你》直接改做《我可能袂救你》，大文阁写着海上风台警报发布了后，请唔通到海边啊，做一寡挑战性命极限的戆代志。若是一定要去，就请家己准备塔位，签好甲某的诀别书。只要海上无好，阮嘛无一定会救你。本来就不应该救啊，因为就是已经有宣导了，就不会想要去。那如果硬要去的话，就已经有警告了，真的没有人有办法救你啊。哭诉的文章有民众感觉真有创意，嘛有部分的网友不满，认为普文的讲法真无妥当，根本就无好笑。是安怎无爱讲枪影的人伫海上救了偌济人？用这个相片嘛真无妥当，家己感觉真趣味，也是想要讲枪影的人，都是甲恁制造麻烦的人。冲浪啊，以及其他的活动呢，是在玩命。那站在专业以及安全第一的立场呢，我在这边严重的抗议。我们的小编也是来自于基层，所以他们曾经都面临过这种生死离别这种情境。只要你依照这个规定，在哪些地方做什么行为，我们一定会爱你，也会救你。海洋委员会强调，只是希望用趣味的方式来请民众注意。若是真正发生意外，当然也是会来抢救。无认为有失言。海巡署嘛铺文，配合到一张图，讲海警第一排无欢迎欣赏，罚单是5万起跳，互网友拢讲真赞。但是这张图实在是真惊人。创意的宣传看法无共款，但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风台天民众唔通去海边，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比赛成绩无好，这国小棒球队教练竟然举这个棒球来拍球员。这是台中有一间国小的棒球队的教练，因为不满就讲这球队比赛4场全部拢输去，所提这个棒球来拍全队的这个球员发走运动场10几人，查甫囡仔的这尻川配大腿呢拢乌青。校方就表示讲，对着这拍人姓廖的教练已经甲伊停职来处分。不过球员私底下就讲，其实其他的教练嘛有同款的这种处罚方式，教育局即马要好好来调查咯。查甫囡仔尻川皮，互人讲甲安尼整弯弯个乌青大妹。教练这个骹后倒嘛有伤痕，互人看到真唔甘。学生的家长铺文表空讲，因囝伫咧台中的一间国小野球队咧讲球，煞去互教练甲讲。赢球的时阵爱讲，输球嘛讲，连这个练习嘛讲一遍。卡喊讲煞了后，爱搁罚走运动场几路练，前后后拢总讲13下，规队的队员拢去互讲了了。因为连做10几下，那个是整片都乌青的，所以我倒觉得这个还好。家长讲，这个拍人姓廖的教练，伫学校已经是服务第2年啊。伊的专业是带1军的球员，这边互人指控讲来拍队员，校方嘛紧出面来驳回。强调讲，这个姓廖教练已经互学校甲洗头路，接受学校的调查。那因为参赛成绩不好，球队的教练求好心切，那未能掌握好情绪管控，所以呢，就打了学生的屁股。事后教练非常后悔这种不当的行为，也向孩子还有向家长道歉了。校棒队爆发这个严重的拍囡仔事件，最近这几天改静态训练为主，煞尾会继续来关心来进行这个心理的辅导。虽然讲指控姓廖的教练已经无伫咧学校，不过学生讲校棒队的4个教练拢会拍人。教育局表示讲，目前校方干那通报1人，会搁去学校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中有民众骑机车经过大智路的时阵发现讲有狗仔主人摕到一支爱的小手。遮尔热的天气骑机车即带狗仔伫咧佚佗，狗仔伫咧车阵当中一直软来软去，过路人就安尼一直闪来闪去，过程当中会使讲是真危险。民众看袂落去，甲这个影片打上网络，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伫咧虐待。人坐伫乌多摆顶来带狗散步，搁互狗仔伫车阵当中走来走去。路人的车是来来去去，是狗的人举着一支爱的小手害啊害，爱狗仔赶紧挖平，刷落来搁加速。后壁乌多摆就惊伊弄着，条工骑较慢的，敢若看到狗仔根本就走袂叮当。
民众看袂落去，翕下影片抛上网络。民众讲，当场有甲伊苦劝，叫伊毋好安尼骑乌托摆带狗散步，但是饲狗的人毋听，佮讲骑乌托摆带狗散步已经有年外。不太好啊，这样太危险了。这样有遛狗，你的绳子，要不然那个狗会不会咬人也不知道。网络顶真侪人伫批评，天气遮尔热，根本都无适合带狗仔散步，狗仔真可怜，饲狗的人真可恶，钓沙是要安怎？根本就是伫虐待。猛热的天气让狗只在那个路上奔跑，一来它已经造成小狗的伤害，二来对交通会造成危害，可以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警方表示，带狗仔散步，若是无牵绳仔，就已经违法；若是放狗仔伫咧路边走来走去，影响交通安全，就犯着盗狗的条例，更加有虐待的嫌疑。警察会来联合动保处通知饲狗的人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一个学一个查甫人，伊讲白贼，讲伊是辖区的警察，要求店家爱拍贼，若无就要互伊的生理真歹做。这是新北市新店有一间通信行拄着这款的变身仔。这个查甫人徛伫店内底，伊就甲头家讲伊是警察，要求讲原本敢若卖99块的特价商品，嘛爱来拍贼。头家讲已经真俗啊，无法度搁再俗啊，想袂到呢，煞去互伊呛声，放调讲以后伊定定会来这店门口来开红单，此地违规停车，要互这店家的生理是安尼做袂落去。后来了解，其实伊根本就毋是真的警察，是假的。即马真正的警察呢，已经调监视器，要来掠这个变身仔。这个查甫人行入去店内，直接走去找头家，斟酌甲看伊的手下有摕拄则伫店外选的商品，这个商品已经有拍一过啊，想袂到伊煞搁走去甲头家威胁，叫头家搁算伊较俗咧。第一次碰到就是有拿了，就是报那个警察的名字啊，然后就是要求给折扣嘛。这个超50岁查甫人去新北市新店一间通信行，开嘴就甲头家讲家己是警察，要求甲已经拍一过，敢若卖99块的商品，算伊60块就好。头家讲真正无法度搁算较俗啊，想袂到这个查甫人就开始甲人恐吓，讲未来会定定去因的店门口开违规停车的红单，互因的生理歹做。落尾头家甲规个过程抛去咧人面前，提醒大家爱注意这个变身啊。不管你是现役员警，或者是你是退休员警，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假冒员警，也不应该这样子去做。那大家听到其实很生气，但是我还是不会跟他妥协，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利用警察的职权，然后来去欺压一般的消费者。经过调查，这个查甫人根本就不是警察，伊嘛已经违反刑法第159条，假影做公务员的罪啊，上济会当罚500块。今麦警方调看监视器，要把这个假警察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南区的街路最近有商品拍到法国、以色列保养品的这个名号，伫国大百货捷运站附近来设柜。伊阁找一个外国的这个查甫人向女性消费者来推销，就讲伊去互伊，有人就讲为去互伊强迫来甲伊录卡。另外商品呢标示根本就无确实咯，保存的期限嘛已经拢过期啊。佫较含的是讲这个外国的查甫人也阁好亲像趁机会对这个女性消费者卡来手来，已经有被害人要甲伊告。台北市东区出现一个外国的查甫人，对经过查某人介绍保养品，刷落甲另外一个业务，一个西工，一个倒头，用无1分钟的时间，就甲人带入去店内。即马有消费者跳出来指控讲，这间讲是法国保养品的店，唔拿别人买，佫是嫌便宜。一直搓，是不是东西屑出来？那个屑说啊，好棒的，很神奇。其实那个不是你的皮，是那个的擦的东西。含李五的查某囝李文嘛受害，甲几人的被害人徛出来，指控这间店因先锁定经过查某人甲保养品抹伫人的手下，讲会当互人免费试用，等到甲人带入去店内，就一直推销真贵的商品，毋若买一罐送一罐，佮送高级的保养皮肤的体验。迄个外国人佮伫咧边仔讲，若是愈卡着会当甲伊染一个，也是浸一个。商品内用了无介意，拢会当退货，毋过其实若是真正甲买落来，根本就袂互人退货，互消费者气甲提出告诉。
我在美国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了，我也被骗过。有些被骗大的呢，是可能就60、70、80万、100万以上的。真侪网友指控讲，因推销的方式真恶质，外国的业务佫会甲人客食豆腐。伫各大百货公司、台北市较闹热的所在，拢有因的专柜。干那台北市政府都接到47件申诉的案件。诱导式的防卫交易，那应该还是消费者应该还是有这个消保法上的这个防卫交易7天内无条件解除契约的权。消保会一个接到检举，就随请业者限期说明改善，嘛出面调解因甲消费者的纠纷，敢若会当提市民众业务讲的话听听就好，才袂开钱买一寡家己无介意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家人是出现头体火擦啦，家人市武岭街有一个查某人哦，伊看到厝边种的这胶仔色的一盆花真水，也真歹买到。就伫呢人真济这大路顶头，直接将这规盆花家搬走，再搁放入去伊事先准备好的塑胶袋仔内底。厝主感觉讲，这盆花其实无讲偌济钱，所以暂时无要来报警察。不过查某人完全拢无就偷摕行为，实在是震撼。穿蓝色洋装的妇人人，行伫人来客去的大路顶悬，看伊手提青色的塑胶盒仔，对这个住户的花盆遐甲行去，过来伊扶落来，慢慢行，敢若亲像看到介意的花。后一秒，伊就直接把这个规盆花甲捧起来，放伫个伊事先准备好的塑胶盒仔内底，假做无代志，佮甲偷摕走去。放在这个上面呢？还是放在这边？对啊，就整个端走，整盆就这样端走。代志就发生伫个家人的武岭街，厝主看到拢戆去，伊一出门就发现花盆仔乃无去，调监视器来看，才发现到讲是去由这个妇人人偷摕去。他哪来的自信说这样直接拿走不会被人家拍下来？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临时起意的，就是有备而来。你看他走到附近还小跑步了一下，然后赶快停下来。对。伫个附近的店家嘛讲，捌拄到贼仔甲规盆花拢偷摕去。贼仔想讲，这个花可能是价值无偌济，店家ក៏袂去报警，才会安尼塑料搁栽空过来偷摕。他以为是我们没有看到啊，就直接用手拿下去啊。这个不行，这样子。如果说有想来买，没想说老板娘好喜欢吃，这花可以送给我吗？厝主讲，虽然去偷摕去这款海底亚花无偌贵。不过真恶咧买，感觉讲这个负责人安尼直接来甲捧去，实在是伤悍嘛。目前伊还阁无报警，希望附近的住户都要较张持这个家己的穿塑胶盒偷摕花的恶送。记者综合报道。违建被命令停工，嘛无伫咧惊。这是台中太平中山路上有一栋透天，半年来被检举违建3届，标准法公文要求讲伊来停工，厝主嘛无伫咧惊，照常去哦。毋若讲厝尾顶这拍山的所在，又搁起新的价间，厝边嘛讲这1、2、3楼后壁的墙围嘛去互伊拍掉，原因只是讲想要增加室内空间。毋过透天的厝拢是规排两做伙，将这墙围甲伊拍掉，这厝边嘛真烦恼讲这。大的安全哦，是毋是会连带受到影响？规排透天厝，敢若中这栋甲别人无同，朴实的外壁加上倒边亲像护栏的设计，风格真特别。不过，说后民众投诉讲，这根本就是违建。台中一个行政县投诉讲，台中太平中山路的这间透天厝，早伫107年就开始咧起违建啦。楼尾顶本来是用来拍山的所在，厝主煞甲搭起来，搁做价间。1楼用来地当的壁嘛，规个卡掉，向外口搁起出去。24公分的承重墙，1、2、3楼都有这个承重墙，全部拆掉，完全破坏了这整个主体的结构。因为透天厝是规排做伙起的，就惊这栋当着规排厝拢会有安全的问题。佮敢莫讲是违建，根本就无合法。半年来检举3届，煞拢无路用。然后3次又私自复工，都发局的承办人员承诺说一定会处理。可是都没有处理。都法局回应讲，当咧起的违建，才会当叫因随拆掉。已经起好的，敢若会当按照新的违建的方式，排时间来拆。应该是在顶楼做一个类似是装修，认定它就是已经是完工了啦，所以说没有立即排拆去拆的问题。因为有停事的问题，厝主可能就让法律的空隙，赶工甲违建起好，就算要排恐惊嘛会等一段时间才排得到。互人检举，煞也是继续起嘛，互附近的民众拢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
下面上新的消息，前苗栗县长鲍学平伊的妈妈过身去，享受93岁。今仔日伫公馆乡来举办着公祭仪式。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立委王金平，也有民进党籍的立法院长苏家全、立委郭建明等拿力两党的党员及人士拢前往参加，场面是庄严隆重。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面对记者询问讲，国民党是毋是要修改党章？未来总统是毋是会当兼任党主席这个代志？吴敦义表示讲，只是要甲国民党的党章改转来原来这个型哦。党主席由党员直接产生，未来国民党选总统，共款是会当参加党员直选，无讲袂当兼任的这种讲法。咱来听吴敦义会安怎讲？恢复原来的党章，恢复原来党章，只改变过一次，就是在马总统的任内修改了这个党章。那现在是恢复，恢复是怎样？内容是怎样？恢复就是因为总统的候选人是用民调产生，不是由党员选出来，主席是由党员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所以很多中常委才会提出恢复原有的党章，也就是他只修改一次，把它恢复原来，就是这样子。总统也兼党主席，他也可以选啊，当然了，没有限制吧。另外，关于郭台铭是毋是脱党定心来做第三势力，吴敦义是表示讲，无希望伊脱党，希望讲大家会当团结来拍赢总统大选。中国大陆高铁的这个人客出现着违法的行为哦，这个查甫人伊对坐伫边仔的这个查某人来欺人，甲伊摸胸卡嘛，又搁摸大腿。去人抓到的时阵马上跪落来叫唔敢。另外一件代志搁较离谱，这是一个查某人，伊袂负责高铁哦，车就伫要开走伊煞硬度弄入去月台内底，搁甲骹藏入去月台，这高铁火车甲月台空旁哦，无要互车驶走。真侪人就批评讲，这为着要赶车，连命拢无爱伫啊。广州高铁站一阵旅客明明已经迟到真济，也袂使入站，不过其中的3个人煞安尼硬弄，因翻过闸门，连动都动袂调。靠较咸的伫咧后边遮，因3个人来到月台，看到这个高铁的列车已经关门要发车，穿红衫的查某人起小公来砸车，伊规分输搭咧车，扭都扭袂走，上尾也搁甲骹弄入去月台的空隙，真正是无爱命。先上来车马上要开了，没办法开门了。想要灭还是啥？原来这个查某是赶要去上班，就来大闹高铁站，害高铁慢分7分钟。上尾这个查某，互人指控阻碍车辆行驶，甲这个扰乱顺序来拘留9天，含伊做伙2个朋友嘛，同款互人罚。起来，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查甫人甲警察归落求饶社，因为伊伫咧武汉坐高铁的时阵，对坐伫身躯边的查某人骹来手来，查某人去甲当场报警察。按我2下，按我的胸按了2下，我的手背碰我的腿。这个查甫互抓到了后，竟然讲家己伫咧大公司担任工程师，因为拄甲女朋友分手，才心情无好，才会安尼挡袂调。结果，这个查甫出手甲人摸，毋若上新闻，嘛去予警方甲拘留7天，爱替伊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纽西兰最近才伫世界杯棒球赛输予英国，敢若得到第2名，想袂到全世界上佳的鸡仔路这个名也去予英国威利斯一条细条巷仔抢去。纽西兰的网友完全拢无法度来接受哦，纷纷伫网络顶头写讲：拜托，搁让一届，阮会去甲伊弄回较佳咧，希望讲会当改变结果。英国威尼斯北部的哈莱克镇风景真水，中世纪的城堡古迹已经互联合国列作世界遗产啊！即马当地石头路搁互认证是世界上上佳的路。Oh, look at that! Yes! Congratulations! Look. 今是世界纪录认证单位纽国确认，哈莱克镇上佳的所在有37.45%，比纽西兰单丁年的包德温加加2.5%，所以全世界上佳的路换所在啊！英国 BBC 电视台记者嘛是坐去行一抓，感受一下到底是有偌佳。Well, we're only halfway up, but the views are pretty good. Do you know what?
Some people in hard luck do this every day. 真侪英国的民众拢发文讲，伊唔是感觉欢喜，是感觉真爽。 I know the team's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on this for just over a year, and we're so grateful to them for all the hard work they've put in. And it'll be worth it because it'll put Harlech on the map, and we'll ge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visiting. 纽西兰这2天才伫世界杯板球比赛决赛顶的输予英格兰尔，想袂到一礼拜内小连续输2届，真侪网友拢叫大家想办法，甲保德温加用甲较佳咧。 I've been quite vocal about tourist behaviour and safety. However, I'm really sad that we have lost the title. 不过当地市长讲，保德温家也是咱板球上佳的咯，袂因为排名出现变化就变较平，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去遐佚佗。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国际中间这地牛一直翻新，日本就为伫地动的地台上，日本专家就警告，这东京未来真有可能会发生着规模7.3左右的地下型地动。什么是地下型地动呢？讲的就是讲地动的中心发生伫这都市正下骹的地动，人口真济，这东京若是去拄着大地动，灾情可能是会真正难。最近伫东京就开办着这避难体验营，要互民众来学习，要安怎伫地动了后活落去。 地牛大变身，东京来提早设定，一旦发生规模7.3的大地动，厝会因为袂堪哩摇来放弃大楼，可能规栋倒去，铁基路来变形。专家估计，上严重的状况可能有23000人，因为地动来过往189万户的徛家变做平地，所以开设避难所是上重要的任务。简单的便所，还佫有暗时要困的布棚，拢爱家己学会晓搭。食的啉的虽然简单，但囡仔拢食甲津津有味。设定地动了后的短期、中期，还佫有长期的目标。地动了后7天，有720名的灾民无厝通转去。临时避难所敢若会当收留290万人，灾民收留的问题是真要紧。これをやる利点というのはここにお湯ができますよね。そうするとこのお湯使って何か別のこと生活用水がちょっと利用できるわけです。地动发生3个月了後，臨時搭的厝有18萬間，同款也是無夠應付。街を出る方向に考えちゃう気がします。その場を離れてしまう気がする。とりあえず壊れただけで使えそうなもの集めて、バラックでも何でも作っちゃう。地動了後的3年，要安怎來重建？大家嘛愛來想出對策。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被災を乗り越えて生き延びることにつながるか。ぜひ学んでほしいと。平時就愛實際來練習，而且愛做好心理準備，才會當佇咧災害來的時陣有法度來應變。東京的經驗實在是值得咱學習。記者綜合報道。京都豐泰丹納斯已經漸漸離開了，發現這個遊樂園人愈來愈多，廣告了後，帶觀眾朋友來去佚佗。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欢迎继续登咱新闻现场。丰泰渐渐离开了后，这花莲地区游乐园的人哦，有愈来愈侪这个情形哦。不过业者嘛表示讲，这部分的游客因为丰泰关系有取消行程，今仔日入园的人数呢，明显比平常时啊是有较少一丝。现场最新的状况，连线记者吴平玲。
好，观众，记得现在位置呢就在花莲的海洋公园，可以看到呢，其实今天上午天气还不错，台风呢并没有对花莲地区造成影响，因此在游乐园在中午附近呢也陆陆续续开始出现游客的人潮，而加上呢风雨对花莲还有台湾的影响不是这么明显，因此呢像游乐园的设施，例如像摩天轮还有缆车等等的设施都是照常营运的。我们来听一下稍后访问。一度有担心台风影响行程吗？有。那你觉得今天看起来天气怎么样？蛮热的，所以就是行程照旧，还是来到这边玩？就是行程照旧对。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吗？有很大。所以今天有特别选择说，还是就是照常来到游乐园，然后不要去海边。对，就是想说，如果可以过来就过来，不行过来的话就去别的地方玩。毕竟看起来好像天气还不是想象的那么糟，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还好。觉得今天看起来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看起来太阳还蛮大的，还不错。不过这个乐园是不是人潮有比以前少一点点？看起来我觉得应该是非假日的关系吧，所以说才人潮说看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根据我了解呢，像是花莲海洋公园，平均在暑假期间游客人数大约是4000到5000人。不过业者也表示，今天的确人数有稍微少一些些。不过由于天气还不错，所以呢，可能在中午过后人潮就会慢慢的来出现。不过由于呢，台风后方还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也可能为花莲地区带来风雨，尤其是雨势呢可能会较为明显。尤其啊，特别在山区的部分呢，降雨量还有可能上看500毫米。不过呢，气象局研判不是一个致灾性的豪雨，因此呢，还是提醒民众要小心注意。以上就是最新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台南市风台夜路线偏东，陆上风台警报刚才维持9点钟，最新的状况气象局有讲法来听看卖咧。海面风浪已经增大，另外我们也在北部海面有观测到长浪的现象，浪高大约2公尺多，所以相对而言，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在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东半部沿海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南部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长浪，而且这种长浪现象在明天甚至星期六都还会出现。而沿海地区有些地方已经有强阵风情况，这种提醒大家，尤其在今天甚至明天这段时间，海面或海边活动特别要小心，而且最好不要从事。至于在天气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我们由雷达回波线来看雷达回波上显示，今天清晨的时候，在兰屿地区它的降雨量是明显大。目前兰屿地区降雨量已经来到150毫米的降雨哦。虽然目前的雨稍缓和，可雨还在下，所以先提醒兰屿地区的朋友特别的小心。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周围的外围环流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虽然目前我们看起来可能天气上只有北部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一些下雨的情况，但是我们预估在下午以后，随着太阳照射的关系，可能雨就会慢慢出现。气象局就发布了豪雨特报，提醒大家。首先，整个东半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尤其是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这样的情况提醒大家多留意。那么这台风的状况，如果它的未来移动方向和速度如气象局预估，我们就可能在今天深夜的时候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另外，大家也很关心，其实气象局一直在注意的就是在大低压带中间西南侧，在菲律宾西方海面这个低压，目前它中心还在南海，预估这个低压它在未来的时间会慢慢的北上，开始影响我们天气，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始影响我们天气。目前资料显示，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它会稍微再增强，比现在来的强哦。那是不是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持续观察。但是不管是不是热带性低气压，它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会影响我们的天气。在天气方面，可能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我们的雨会稍微缓和一些，但明天开始在低气压系统影响之下，我们要特别提醒南部、中部台东和花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那当然，随着它的发展或移动，如果有新的降雨趋势，我们会提醒大家留意。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虽然讲这风台已经渐渐离开台湾，不过目前拄则嘛有讲过，这海上的风台警报同款也无解除哦。真侪旅客呢，本来是要去诺亚高台看热气球哦，也因为讲活动取消，只好呢转到附近的加入南海的海岸来翕相。详细情形，咱们连线记者韦依den。华观众，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台东的加路兰海岸这边，可以发现到说，现在的天气呢还算是蛮不错的，有一点风，不过呢，这个天气看起来是阴阴凉凉的，感觉上是蛮舒适的一个天气的状况。不过呢，因为受到这个丹纳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因此呢，还是有一些的景点啊，不要去绿岛或者是兰屿，但是呢，却因为船班取消的关系，所以因此呢是要改变一些的行程。像是这位大哥，他原本是要去这个鹿野高台看热气球嘛，对，那是不是行程上有一些的取消呢？对，它取消了，所以说我们就现在就沿着那个海岸线四处这样走一走，这样子，嘿。那本来是什么时候要去那边？本来是昨天下午要过去的，嘿，然后本来明天还要去泛舟啊，但是可能泛舟也会再考虑看看这样子，嘿。昨天是去到鹿野那边，发现到什么状况？没有，其实早上他大会就公布说。那个取消了，对啊！但是因为已经来到这边了，我们还是到处走走这样子。从哪边来的？从桃园跟屏东。就是家族旅游。对，好，可以听到说呢，其实有一些民众他们本来是要去鹿野高台看热气球，但是昨天下午这个热气球嘉年华会的活动呢，就是正式的取消了。而另外有一些的旅客呢，他本来是要搭船到这个绿岛或者是兰屿，但船班呢也是在昨天的早上10点半就取消，包括了今天以及明天都是确定全天都是取消的状况。也是因为呢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现在目前为止呢，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依旧是没有解除，也是提醒旅客都要多加小心。以上是我们在台东这边为您掌握到最新情况，时间镜头先交还给棚内主播。天气热啊，食一个边透心凉，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去食大碗公的串冰。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的现场，秋乐菜要带观众朋友来去食一个透心凉的串冰嘞。这是苗栗县头份市罗德拉玛社区有53座300年历史的古厝建筑，最近这几年电新佮翻新，为着要迎接到暑假的游客，有业者呢就推出着创新口味大碗公的串冰，利用西瓜啦、阿葡萄、酸呀等等这在地水果。配合着真神秘的酱料，一碗呢会当互4个人来食，特别的滋味，互人是一喙煞一喙。行入去这间正新护林，就闻到真厚的果子香，因为业者当咧传这个大碗公的串冰，先用绿豆啊、金蕉来煮底，过来搁甲铺这个白雪雪、真幼稚的串冰，再搁放西瓜、香瓜啊往来，才会在地的果子。上尾啊，倒打这个特殊的神秘酱料，让人简单看嘴软嘴都安尼嗦嗦叫。这个就是南瓜，还有有些时候会加地瓜，然后呢还有椰奶，所以等下吃起来会有满满夏天的味道。伫咧头份路德南啊社区的100年的三合院，这几年来刷刷有一寡少年辈转来。有业者就趁这个休热的时阵，杀出家己创的金瓜乌糖果子冰，那用的配料拢是着时的食材，还佫会随时间换口味。一碗大分量的，通互4个人来食，
游客一个车拢学到甲会搭吃。很特别，第一次吃到，很好吃，觉得很特别，跟南瓜超级搭的。除了这个口味特殊、大碗佮满钱的碗公串饼以外，伫咧这个正新护林三合院内底，还佫有大蛎、爆壳啊，这古早路囡仔佚佗面，要互大人甲囡仔食好爽，生活过瘾。互百年的老厝嘛，添添真侪青笑的出路。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高子，我拜托你放过你自己，我拜托你放过周伟伟，好不好？我也是和你一样，我希望他幸福，你信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这里，你能说几句祝福我的话吗？我真的很不甘心，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不应该以现在这个身份在试婚纱的，你应该是我。但是我要结婚了。明晚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小雨姐姐，那个小老板真的是你的粉丝哎！麦先生，皮皮燕，小心小心！你晚上为什么只是烫青菜？还不是那个亲我唱。耶！你怎么了？我看一下。我跟你结婚了4个月，你从来没有说为了我变漂亮，现在为了那个粉丝又敷脸又除毛的，你有没有搞错？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月村欢迎您。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台视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答题不淘汰，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要露营了，我们现在要去买我们露营要做的菜，这样子60块，哇，塞的！都知道这间店应该快70年的历史，每一口都很浓郁，让你无法忘怀。我跟我妹妹真的长越大越少，会有这样子的机会跟时间可以去做这件事。其实有时候放下手机，走到户外，这种感觉真的是需要找回的一个初衷。赵哥自信过度，一不小心阴沟里翻船。这一顿是有程度的，胜之不武啦，我还是一句老话。你赢了噻，不好说哦。北部最知名的放天灯地点在何处？平西。福原爱是哪个体育项目的运动选手？桌球。行车时尚未到达路口，灯号已经变黄灯，应该怎么做？刹车。这个0哦有问题。小赵，加油。小赵，你的点那个叫价格新沙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我没有选上女神蛋的角色，你说怎么办？化悲愤为食量，继续保持你的热情。因应经营，各部门需要裁员。如果你觉得不舒服、过不去，你可以离职，我养你。你有想实现的梦想，我告诉我。可不可以等我离梦想近一点的时候再告诉你？我想要买一个可以微波的便当盒。这2个你蛮都不错，就给你。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师妹啊，
喜答题失败，让 JR 火炼的冰块机提前曝光。万一没过期题，我知道了，腹肌拿出来。为了5个的节目，我愿意。好，基隆有一种古早味的零嘴放屁豆，是用什么豆类制？有长辈说过是黑豆，答案是豌豆。哦，不好说。是基隆人然后办在基隆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旅。没有想到孩子变化的这么大，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限时内2人需站在浮板上扭腰摆臀，率先让计步器达到指定步数的队伍即可过关。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高子，我拜托你放过你自己，我拜托你放过周伟伟，好不好？我也是和你一样，我希望他幸福，你信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这里，你能说几句祝福我的话吗？我真的很不甘心，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不应该以现在这个身份在试婚纱吧？你应该是我。但是我要结婚了。明晚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健冠名赞助播出。小雨姐姐，那个小老板甚至是你的粉丝哎！麦先生，皮皮燕，小心小心！你晚上为什么只是烫青菜？还不是那个亲我菜。耶！你怎么了？我看一下。我跟你结婚了4个月，你从来没有说为了我变漂亮，现在为了那个粉丝又敷脸又除毛的，你有没有搞错？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的现场，纪念阿姆斯壮起月球到今嘛50周年，意大利的艺术家就用真大型的丢产艺术，要来向这位已经过身的太空神人来表示敬意。新闻最后，就带观众朋友做过来去看嘛咧，我是小碧玲，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咱再会。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晚
你好，欢迎收看7月18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台风丹纳斯擦边球从台湾东部